陆军退役中将高安国涉伫台湾替中国发展武装组织收中国的钱，防疫国安法起诉了后，法院今仔搁再开庭审理。也毋过伊伫出庭的时是大声话讲，伊无对不起国家。慢慢啊上楼，互提审出庭的，就是陆军退役中将高安国。对不起国家，哪里有对不起伊牵涉中国间谍的案件，随时出庭受审，伊情绪激动，大声反驳，讲家己无反背国家，共款出庭的各有伊的特殊劳役金。还是不认罪吗？有没有背叛国家？这件重大案件，检方起诉高安国，和中国的政治单位买收，要吸取以前的军中的同事，伫台湾发展武装组织，搁收中国的资金，策划颠覆政府的作战计划，协助中军攻台。若退役甲对应化牵线的，就是通促党总裁北龙张安乐。他跟我关系不错是事实，有接受我们办活动就请他过来演讲，有，但没有说介绍那边没有。重大的案件是直直发生，其中冒死的是民进党的前党工，防指讲是和中国的金钱来诱拐，泄露机密的资料。经过北检起诉了，台北地院会伫初四下晡开庭。不过，无论是林野前党工，也是高安国，因大家拢来画冤枉。高安国先生他的这种论述其实是不成立的。有没有叛国，其实是基于中华民国宪法，因为中华民国是基于民主宪政成立的，所有享有这种民主跟言论自由的组织跟成员都有义务要来保护这样的体制，这就是一个平衡点。中国危害国安，国内已经修法的防治。按军人到前党工，到底因敢有出卖国家？要等法院来审理了后才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